各位老師同學好，我係譚美麗老師。咁今日咧同大家咧推介一本咧關於習慣嘅書，個名叫《原子習慣》。咁咧就可能同自己嘅科學或者化學背景有啲嘅影響啦。咁見到原子喎，係咪講科學嘅咧？咁啊再睇細緻啲啦。原來係講緊呢啲習慣，就好似咧原子咁樣，好微細啊！但係原來微細嘅習慣咧，點樣去帶嚟一啲好巨大嘅成就影響咧？咁我都有興趣知道下，係咪咁神奇啦嚇？咁咧介紹下作者咧，佢叫詹姆斯·克利爾。咁咧有關佢嘅資料咧，大家上網去揾就可以噶啦。咁呢本書咧簡單介紹到一樣嘢咧，就係點樣能夠做到書本所講呢啲習慣可以令到好巨大嘅改變咧。咁佢有4個法則㗎。咁其實咧就都可以睇一睇，就係嗰啲法則咧。第一個咧就叫做將你好想改變嗰啲習慣嗰啲事情咧，變得顯而易見，係提醒自己容易觀察到嘅。而咧就要讓你想做嘅習慣咧，點樣變得有啲吸引力啊？咁我都想知道下點樣去做到啊。咁第3項咧，就希望讓嗰個行動能夠想做呢個習慣嘅行動咧，變得簡單啲先，唔好太過偉大住。點樣一步一步做到，輕而易舉，從簡單入手。最後咧，就希望一啲嘅獎勵去鼓勵我哋繼續堅持落去。咁從呢4個方向咧，點樣去睇到習慣嘅建立係做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同改變？咁好啦，咁我從第5章嗰度咧睇到一個幾得意嘅題目喎。佢話叫開始個新習慣最好嘅方法咧，其實都要令我諗起同學仔有時話想去建立一啲學習嘅習慣啊，有時講咗咧就發覺好似冇啲具體行動喎，唔夠清晰喎，好多時都係一種好有雄心壯志。唔知會唔會你嘅諗法都係咁咧？我好想做好某啲嘢，但係發覺點樣入手咧？有冇啲策略咧？咁我覺得咧呢一章咧都俾一啲啟發我嘅。咁好啦，其實佢大概講到一樣嘢，就叫執行意向，即係話當你打算做一個習慣嘅時候咧，你要清楚講俾人聽，講俾自己聽，喺咩時間，喺乜嘢地點去做。例如，當某個情景發生嘅時候，我就會執行一種回應，咁一個幾好嘅提示嚟嘅。所以咧，佢有個公式嘅，佢就話啦，我會喺某一個時間，喺某一個地點進行某種行為，而佢後邊咧都俾咗一啲嘅例子，好似最左手邊嗰度咧，佢話我想靜落嚟，咁我想靜落嚟係個諗法係咪？咁如果佢就話啦，我會喺咩時間咧？7點鐘，喺咩地方啊？廚房啦，或者可能喺課室咁樣進行咩咧？深呼吸，可能10次咁樣。咦，似乎嗰啲嘢就唔係咁模糊啦，好具體。咁我都幾喜歡咧，佢好多個例子嘅。咁第二個方法咧，點樣幫到我建立呢個習慣咧？就叫做習慣堆疊。佢意思就話將一啲新你想有嘅習慣咧，同你目前嘅習慣做個配對。個公式就會咁嘅。佢就話喺最右手邊嗰幅相你要睇到啦，就話做完目前某個習慣之後咧，我會執行一個新嘅習慣，就會咧喺你做開嘅習慣上面咧多翻少少嘢，從簡單入手。亦都佢俾過幾個例子，好似頭先個例子咁樣，就好似話朝頭早好想朝頭早咧飲完咖啡好啦，食完早餐都好咧，我就會安靜一陣，深呼吸一陣。咁其實啲例子咧都幾實用嘅。咁咧其實就將想你要做嘅行為同你每日已經做緊嘅事情，將佢捆綁住，咁好似綁埋一齊咧，就發覺成功個機會咧就會快或者有效啲噶啦。咁咧最後書本就會提到，其實如果我想將頭先嗰4個法則應用嘅時候咧，喺第一個法則裏邊就係希望將嗰啲提示變得顯而易見咧，就係好似頭先講執行意向啦，同習慣嘅堆疊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具體嘅方法，令到我哋做得更加嘅有效率。咁呢本書咧，其實佢每一個細章節完咗之後咧，佢有個總覽嘅，個紅色框住咗個位置咧，其實佢都俾得一個幾好嘅，好似個總結位。咁當頭先睇完書嘅時候咧，有時都好容易會又淡忘咗，佢就會再提醒翻我哋啲重點喺邊度。好啊，希望咧今次咧有一本少少嘅一個提示俾我一啲嘅 insight啦。咁我哋希望同學分享。好多謝大家。